新玩具、新玩法，揾個頭去推個花呢個花盆、草盆，好似玩倉庫翻咁樣。唔夠力啊！扯氣喺度，扯氣冇玩。喂，望下鏡頭，應該 ending 喎。推邊啫？推邊啊你？炒嗰啲即係私底下講啫喎，即係好嗰啲就由我基本認識佢哋，我覺得佢兩個，因為我成日都講嘅，即係佢哋受嘅教育啊，佢哋喺中學嘅時候，佢哋間學校專出啲咁奇怪嘅。